大家好，我係小薯護士。Runny nose 即係流鼻水。今日我哋記住最常用嘅醫護英語。第一課，常見症狀 fever 即係發燒。Runny nose 即係流鼻水。Sore throat 即係喉嚨痛。Dizzy 係頭暈。Shortness of breath 係氣促。第二課，藥物種類與劑型。Tablet 簡寫 tab 即係定劑。Capsule 簡寫 cap 即係膠囊。Ointment 即係藥膏。Inhaler 即係吸入劑。Injection 即係注射劑。Painkiller 即係止痛藥。Antibiotics 係抗生素。Diuretic 即係利尿劑。第三課，預約與睇症流程。Book an appointment 即係預約。Registration 即係登記處。Consultation 即係診症。Discharge 係出院。Follow up 係覆診。第四課，醫療部門 A&E 即係急症室。ICU 即係深切治療部。OT 即係手術室。第五課，臨床常用縮寫 HX 等於 history 即係病史。DX 等於 diagnosis 即係診斷。RX 等於 prescription 即係處方。TX 等於 treatment 即係治療。BP 等於 blood pressure 即係血壓。HR 等於 heart rate 即係心跳速率。今日你已經學識一大堆醫護英語，想學更多請觀看東東雲吞麵小薯護士24小時網上醫護教學平台。我哋下次見，拜拜。香港每一日都有新嘅護理員、保健員、護士新手踏入呢個行業，但係傷口點洗、點扶長者落床，書本學唔到嘅實戰技巧，邊個會教你？夜晚收工攰到入心入肺，究竟邊度可以學到真正實用嘅護理知識呢？就喺呢一刻，佢發現咗東東雲吞麵小薯護士。Hello， 我係東東雲吞麵小薯護士，跟住我學，你都做得到。24小時線上護理課程，無論係手機、平板、電腦，隨時隨地無間斷觀賞。醫護學術筆記本，圖文並茂。小薯護士獨家設計 PowerPoint， 每一張都精心編排。仲有醫療謬誤精彩漫畫，破解日常迷思。超過100部 YouTube 詳盡教學影片，成為會員更可以觀賞獨家影片。用心學1個月，你會發現你已經由一個驚青嘅新手變成自信專業嘅護理人員。學完使用後口碑不斷，個個都話可以活學活用。東東雲吞麵小薯護士永久會員只係488，現在即刻報名成為會員啦！歡迎大家瀏覽東東 noodles teach.com。